个天师当我个五명神功啊，剥下工系谁来做个事情啊？又按难死我啊！唔讲俺妹冇男朋友，我老个剥下工啊。讲定都是有要的，很想要做下工哦。嘿，我记得本上1,000呢。好，真紧有诶！古时候讲是天家的时间先买真紧嘿，正确的国题。买上来嘅下工啊，冇天天生咩冇相干，老佢变到冷冻库，爱食嘅时间拿下来，变到台湾工地度，摘下来，流水打开来，变落去。韩国爱记得咯，也天窗好也包装，爱保持家嘅完整，爱密封嘅状态。来浸一下其实就做得食了。当然啦，为了要冷冻退下来嘅下工啊，变到冷藏，不过其实变到冷藏嘅时间就来长嘅，冷冻又变到冷藏，安尼其实会有等到细菌会生出来，啊，佢冇一下安尼浸水，浸一下嘅，浸一下嘅，等下就做得做好食嘅下工料理了。今日爱做嘅下工嘅料理有2种口味哦，一种系咖喱口味嘅下工，另外一种系酸的老葱头口味嘅下工。一下先去本烤箱先比烧一下。好，烤箱200度，韩国准15到20分钟。一段时间，先再来处理一下人嘅下工。其实吼，下工我去那边买片片嘅下盐，咩去做得啦。不过阿佢妹爱吃到那边嘅下盐，有时是食起来会有一些那种脆脆嘅感觉，因为可能佢加嘅那个硼砂。故说阿佢妹还系中意自家买下工真来自家来剥。故说阿佢妹就爱教大家用嘅剥下工，下方便，下简单。迄假使讲牙嘅下工好，唔是剥好，你牙下就做得拿个牙签，然后佢冻落去，冻落去过后再个攞佢攪出來。迄講一條下工有腸泥有蟲奶嘅話，你就會攪出一條蟲奶。唔過基本嘅阿佢冇係唔適合嘅，故上硬愛撈好，撈佢剝貼。啲嘅剝也學嘅時節啦，有看到阿佢冇拿一隻碗呢？按你省定呀下工嘅項目，因為呀阿佢妹按上強錯嘛，客家人咩？古時呀項啊全部就要留定做乜嘅？大家同意下。好啦，同大家講，其實嗬呀留定後係愛來煮湯，愛來煲湯，按樣就會有海鮮高湯，係唔係當好？煮好嘅時間啊，煲好嘅時間就做得老幾變到冷凍。好呀，一條下工。阿佢妹愛先撈呀，米留的，接下來假使講可能也係剝好嘅下工，就做得同大家來分享愛用嘅撈嘅蟲奶拿出來，也係不有這個像下工嘅脊椎有冇？你就做得拿呀刀誒，撈佢剖開來，強強嘅剖一啲啲咧，好，呀時間假使有蟲奶，你就會第一道蔬菜看到蟲奶。唔過一條下工算動槍力嘅，故說一下動到下工啊，已經冇蟲奶，非常強，也就變到順通就做得咧。韓國接下來還會同大家來分享唔單槍，都會做得來處理下工，剪刀咪做得哦，大家做得來切按樣，頭尖尖嘅，頭下尖嘅剪刀。韓國對呀下工的強勁的蔬菜，強勁剪到呀米呀片，好，順到去。開始剪，
按钮好就动好就做得拿铁，有冇？嘿，按钮好就做得全部拿铁了。嘿，假使讲小朋友冲奶嘅话，冲下面係一滴滴咧冲奶，拿铁就好诶。后尾咁樣，攞佢留下來，好留下來，繼續來煲湯。接下來前面一陣，我就用手攞佢煲鐵。好，一下工哦，規身呢全部就做得來用哦。煲鐵以後啊，我會同大家來分享，將我嘅下工等下會做按樣嘅造型，這樣子有冇？打開來嘅造型。就做得同大家示範一下用嘅來做，也擺弄一片，將家下拿蔥來共用，切下層一啲啲咧，唔過冇太層哦，太層會切團體。安尼打開來，哦，也蔥來動太條，那佢拿出來，也就係按摩嘅蔥來，按樣就有凍漿嘅按樣嘅下工，等下就做得來做料理咯，等下就來調味一下。做得開始來煮了，我嘅下工已經全部就處理好誒。根本要愛做兩種口味，故說我薯腳愛下夾到誒。第一，愛先攞我嘅下工啊，不用到誒米酒，愛攞佢去腥吼，因為有到誒海鮮都會有一絲絲嘅臊味，故說我愛攞呀米酒，倒一啲啲咧下去，一絲絲咧，好，全部就有誒。攞佢安尼按摩一下下。好啊，以後我就會來做第一出咖喱蜂蜜嘅。咖喱蜂蜜我準備嘅呀紅黃椒，還有呀蘑菇，呀菇誒先攞佢對半切。好，其實好呀按用嘅菇誒啊，是愛加一絲絲嘅奶油啊，呀米頭就當好，還有配個呀嘅米絲還較好，呀菇誒真係太自然嘅寶物。好，攞佢放落去。然後是fonfon椒誒，不用一絲絲落去。各位我會啲蛋糕調味一下，我不用一絲咧鹽，不用一啲啲咧鹽，用按椰下平均。好，然後是胡椒誒，用攞佢鹽落去。韓國呢，因為也係咖喱口味嘅，咖喱口味嘅，就做嚟用按樣嘅咖喱粉，咖喱粉用，然後佢壓一些咧，倒蛋糕。好，接下來呢沖掉，下工來了，下工好，愛揾一啲啲嘅按樣嘅起司絲，然後佢放到蛋糕，按樣添一下，添一下，起司就會到蛋糕，拿上來。因為我會做一些些的，有一點像是蝦球的感覺，鼓手撈米按嚟翹起來。好，聽一下，用輕一下，輕一下。好，試炸，韓國再個飲一啲啲咧咖喱粉，個一啲啲咧到蛋糕。好，也按鈕咖喱口味嘅就調味完成了。接下來係另外一瓶，因為一下數全部都有咖喱粉，故所我先吹一下，攞佢出槍來呀咖喱嘅口味，就唔會帶到下一出菜地度。出槍以後就係下一種口味，下一種口味就係呀酸呢，韓國蔥頭嘅口味，先攞酸呢，全部攞佢切到有一些咧衝嘅那個鹽酥嘅地度，有冇？鹹酥雞裡面那種。蒜末的那種細緻的程度，好，夾夾落去切啦，多綿綿啊。好嘅以後，攞佢得到台灣地度。接下來係呀，蔥頭，咁樣我攞佢切到按油哦，按油攞佢得落去，好。各位我來調味呀，酸呢，韓國蔥頭，加一些些的鹽，哦，預熱好了，好，繼續調味鹽，韓國胡椒味，好，攞佢攪攪啊，
还可以加一啲咧橄榄油。好，接下来用老虾公，刚好剥好冻浆的虾公，先捞佢铺到盘的底下。 铺好过后，然就做得老鸭做好嘅调味变到蛋糕。啊，也葱嘅老酸嘅嘅味道真紧冻好，用上去。好，还个青米，再个盐一丝丝的 cheese。好。 哎呀，就做得老鸭两出菜，变到配上地肚，你劈开了。放落去，好，再200度。 20分鐘，唔過睇下做得10分鐘過後，就來看一下，給阿 Q 妹先去整理一下家下愛種類的東西。好嘞，好嘞，配合嘞，配合嘞，做得出爐了。好，耶！哇，看起來當好食呢。 哇！先來是哪一道呢？先來是呀，3條口味嘅，哇！古葉起司全部就出來耶！真好食，好。另外咧，先來試一下蘑菇。 真係要派到，要派到嘅蘑菇啊，就喺水分就會全部擠出嚟，要拉好食咩嚟呢個？咖喱口味嘅蝦公係咪咁味湯呢？真係當好食，唔過。 都冇男朋友仲係幫下工啊！咪嘅時間都仲係見到我仲係幫下工嘅 Mr. Right 啊！喂，做乜嘅？啊，乜嘅？唔夠用新男朋友同我手機，真係嘅，乜嘅時間？呀哈！ 我個哈韓啲嘅是下公魚，好，我冇同人講嘅啲那片。好，等我聽去。哦，呀，寶寶，可以啊，我應該做得好哈。